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2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79000外的本土53个人过身，另外上紧后礼拜开始，所有民众快筛阳性，医师确诊就准做确诊。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早起快筛阳性，等咧等 PCR 结果。伊本人表示，身体状况也算正常，工课未受影响。五二节连假要到，各行业受疫情扫荡，景点、饭店人客减少，代替连假火车票干那卖2成。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是增加79000外的本土有53个人过身，中重症加256例，有3个是囡仔，有2个人有脑炎的情形。囡仔脑炎会有体温升到41度以上，会丢唔知影人的情形，大家都要注意。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上紧后礼拜开始，所有民众快筛验出阳性，医生有确定过，就准做确诊。国内22礼拜新增加79441例本土个案，个案分布也是以北台湾上济，新北市有2万多例，桃市11000多例，台北市9645例。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53例死亡，另外中症增加198例，重症增加58例，有3例是囡仔，2例已经并发脑炎，其中1个10岁查甫囡仔伫家护病房救治。那经过检查是有发现，蛮多器官的一些指数都有异常的变化哈。那在使用这个瑞德西韦等等这一些，还有针对神经系统的治疗的一些药物在处理哈。指挥中心统计，这届 Omicron 流行累计到即马已经有12个儿童重症，其中有5个有脑炎的症头，所以甲专家开会提出指引，提醒照顾的人，若做确诊的囡仔出现体温比41度较悬，无啥清醒，也是一直困、头痛、一吐、慢筋，行路袂知这个症头，都可能是脑炎重症的前症头，一定要赶紧就医评估。所以因应疫情即马还搁伫个观点，指挥中心也宣布，上紧后礼拜开始，快筛若是阳性，经过医师评估了后，就算确诊的标准，开放全民适用。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诊断确诊，那就可以来做开药。因为它这里面还有一些行政通报上面的一些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确认好。所以那行政流程确认好，下周就会宣布。指挥中心表示，新制度实施了后 ，PCR 采检的压力会大幅度减少。目前各大采检站未来会功能转型做挂号领药仔为主。若是无特别症头，确诊民众都无需要走病院。若是疫情高峰什么时阵会过？指挥中心是讲，预估疫情持续到7月，未伫6月底都落甲上少，有可能是起起落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早起是感觉脑无爽快，快筛验出阳性，目前咧等 PCR 结果。郭文哲伊本人是表示，身体状况也算正常，工课未受影响。另外，所有民众快筛阳性的准做确诊的这项政策是上紧后礼拜开始实施。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表示，因早就已经准备好势。也若是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这款政策已经建议足久啊，毋望中央是赶紧开始。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喉咙怪怪的，也不是很痛，就是卡卡的。感觉若无爽快，赶紧快验。台北市长郭文哲22伫面册宣布快筛阳性，表示家己状况是也会使，已经去病院做完 PCR， 等待等待结果。所以现在就是等结果出来，不过还好了，这个。除了会咳嗽以外，其他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郭文哲表示，市政工作无受影响。另外，副市长黄珊珊到松山机场台检站去视察状况。之前郭文哲表示反对批评中央乌白指挥。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甲黄珊珊做伙视察，强调拢有一直伫沟通。因为这几天大家都说，为了筛检站的问题，中央地方好像有点吵架。有吗？看起来有吗？有吗？没有，我们沟通一直都很顺畅。意见有不一样，当然会，但是目标是一样的。那我们沟通其实管道一直都很通畅，大家不要误会了。指挥中心宣布，上紧后礼拜快筛阳性就算确诊。黄珊珊表示，台北市早就准备好啊，未来 PCR 体检站原来会转做院外急门诊。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满的讲，这项提议是新北市大声提出，中央应该较早就爱推动。快筛阳视同确诊，新北市最早在5月1号就提出来，中央你要不要做？赶快做，已经拖了很久，
尤其现在都在相对的高点，盯着较实在。侯友宜进前批评总统蔡英文无到疫情严重的新北市视察。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日表示，蔡英文已经第19亲身敲电话协调新北医师工会投入防疫工作。新北市新闻局长张爱晶表示，这是不是故意要挂电话尾？回应总统府的讲法，呼吁蔡总统爱了解民众的艰苦。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放令新冠专责病房的护病比，意思就是讲，英国大型的医学中心，一个护理师上侪是共5个病人，即马上侪会当过到9个。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这只是调整照顾病人的上限，而且订单嘛会增加。不过，前线医护是批评讲，护理师雇的人数若是增加，医疗的品质就会下降，风险嘛会搁较悬。订单偌济钱根本都不是上大的重点。真的上班，我们大家没有人在吃饭的，没有空吃饭，有时候甚至是有些人是连水都完全没办法喝，就只能出来上厕所。就是中央面一直讲说什么医疗那么没有崩溃啊，没有什么的，就是觉得荒谬，两个平行世界。第一线基层的医护人员讲出无奈心声，因为国内确诊数一直升悬，照护能力达到真暗的程度。不过指挥中心阁开放各病院，应看情形调整专职病人能力配置，让每一位护理人员在上款的时间内底爱照顾更加侪病人。台大病院有护理师烦恼，压缩每一位患者照护时间，牺牲的只是医疗品质，让病人处在更加悬的风险中。专责病房的护理师跟我们说，在这波疫情爆发以来，从一开始以自己身为疫病的第一线为荣，到现在呢，对于各种漠视第一线的行政的措施，是感到非常的心灰意冷。政府看不到第一线的崩溃，只会要我们撑过去。专职病房医护甲病人的比例升悬，对原来每一位护理师照护5个病人的1:5，放宽到医学中心1:9，区域病院1:12，地区病院1:15。另有每一位护理人员照顾病人，因讲是2倍来成长。对到第一线基层的部分，指挥官陈时中解释，这是设定各病院相关的限度，也会甲津贴合理化。我们就人增加，那钱也增加，让这样的一个津贴或奖励，让它合理化来。陈时中表示，每一位护理人员照顾一个病人，给2000块，会依照每班实际照顾人数来计算。也就是讲，照顾病人愈多，津贴也增加。样过一共袂使超过规定的医护甲病人的比例。另外，有关津贴的制度甲专职病房医护人力调配问题，拢会在2-3拜一开会，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过一礼拜外，就是5月节有3天的连假。不过，即阵因为疫情还咧讲假，尤其是比英国减真济。亲像屏东后壁乌白海产的店头家就表示，人客简单剩1成，也有饭店的订房率嘛是减少，平均肯定简单7成，花莲简单3成。也就是交通的部分，代替是表示5月节连假票无情简单卖2成而已。种类济，佮大盘的沙西米，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袂少人到屏东的后壁湖，拢指名要来食这个海鲜。不过最近免排队排真长，而且卖场虽然也是有人客，不过也比以往减少真多。餐厅业者讲，即阵来客量较早差真多，疫情也未降落来，也毋敢望这个5日节假期咯。4成头有剩1成尔，人拢毋敢出来啦。另外，伫旅游热点垦丁，平常日人客也无几个，虽然看起来是真清静，不过业者是手袂甩，因为平时来客量大约无超过4成。5日节假期即要到啊，也是无看到人客真多来订房的情形。第一天、第2天，目前的订房已经都超过7成，第3天只有5成。因为本来订房就很少，那推网当然也是会，所以呢，一直就没办法。另外，东台湾的花莲因为疫情一直拖，5日节相关活动是连续来取消，连假订房得咧受影响，到即阵平均只有3成左右，平常日更加是无到2成。民宿业者表示，6月底若是即个疫情有较厉，当地观光才有复苏的机会。稳定了，可能大家都太久没有出来，7月份、8月份有可能会出来，会那个住房率往上攀升一点。但如果说到6月初、6月中的时候，其实疫情还没有很明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看好7、8月份的。另外，今年5日节假期，代替推估运量比去年3级的境界小可较悬，不过受到工会可能发动休假、集体外加班的行动，也有疫情的影响，一天的运量无到去年的一半。这阵订票率也只有2成。以往大概在端节假期的话，大概都有7到8成嘛。这次的确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订票率大概不到3成。
代替表示，有高6个初二，也有休假的初5会达到运输的高峰。5日节假期平均每天售票率是17.22%，不过甲疫情进程来比较，也是差真多。后续会看旅运的情形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中升高中的会考有要挖20万的考生，不过有3400多人因为确诊等等的原因无法度考试，都要参加6月初4、初5的补考，是有史以来补考人数上届这一届。也若是学生上届要伊的成绩是6月初10的公布。甲一群朋友做伙开讲，行出考场。国中教育会考第2日正式结束，有一寡考生已经开始计划考试了后要做什么。超轻松，落掉很多，但后来就好好复习就好，出去玩吧，就是多跟朋友出去吧。经过3年的打拼，即马考试结束啊，袂少人感觉心情真轻松。尤其因为疫情的影响，有一寡学生囡仔最近2礼拜拢是伫厝的线顶上课，一直甲会考这2天啊，才总算甲朋友见面。这种疫情期间能来考试，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见到很久没有见的同学。我希望疫情能趋缓一点，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可以上课的那种日子。学习肯定是不能停的嘛，在家里还是要认真一点，毕竟参加补考还要等个那么多天，其实还是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放纵吧。会场拍开，事务人员结束2礼拜入围，提行李离开。今年是108新考公第1届考生，再加上国内疫情严重，也让这届会考挑战真多。比如说，同一个科目里面呢，能够综整不同的章节前后知识连贯的题组，今年也稍微增加一点。那相对的呢，单题可能就会减少一些。有9370多间的市场，2845间是以备用市场的方式，总共有启动了601间的备用市场，让4667位的因应疫情上的需求来参与考试。会考第2天，新增加70来个考生，因为疫情无法度来考场，敢会当参加6月份的补考。目前统计，伫台湾3400外考生，再加上大陆考场499个，拢总有超过3900人爱参加6月初4、初5的补考，也是6年来上大规模的补考。希望伫兼顾防疫的同时，也当予考生提供上好的权益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南加州才拄发生长老教会枪杀案，但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稍搁接到恐吓的电话，放掉要甲总会大楼崩掉。总会是认为讲，这是理念无同的民众带情绪的呛度，所以无该烦恼。不过警方为了安全，也是加强巡逻。利用政治仇恨来制造对立，甚至暴力可能在短期会达成这个效果，但是长期而来将会受到人民的厌恶跟唾弃。语气严肃，谴责暴力恶行。15发生伫美国南加州的长老教会枪击案，引起各界讨论加争骂。结果，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伫18召开记者会后，煞接到好亲像恐吓电话，放掉讲要甲总会大楼崩掉。就我所知，是总会那一边有收到这样的一个威胁的电话，说要把总会大楼给炸掉。那我想那个都是情绪上的用语啦。所以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那分局也加强在巡逻，包括在暨南教会这边的巡逻，总会那一边的巡逻。虽然无甲歹听话看在心，不过2日暗时济南教会要举办陈达志医师的悼念祈祷会，因为安尼安全防护爱更加谨慎搁细致。21日晚间，立即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干事陈信良牧师联系，确认总会目前并没有收到恐吓相关讯息，仅接获民众打电话表达不同意见，并以加强教会及周边巡逻、守望等勤务作为。警方强化巡逻，要确保学区的安全。除了这以外，也要调查是安怎要卡这种扰乱电话。另有牵涉到不法，要依法侦办，阻止暴力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南环通车了后，有侪民众会走这条路线来赏美景。不过南环是有时间限制，上晚是下晡5点就要落山。不过最近所有真侪民众都无照这个时间规定，警方昨日头一届甲违规的民众开罚单，因为这条路线是山区牛大雾，阁有一寡所在会有石头落落来，大家就千万唔通摕家己的安全咧讲算笑。
车主为后车厢提证件予警方登记。画面中2台车21尾6点外才来到梅山口管制站要落山，已经超过规定的时间5点外钟了。超过时间落山的人愈来愈多，可能无效，予警方即届决定依法开单。2个车主各罚900块。这原来是南回5月开通以来头一遍对无遵守管制时间的人处罚。5月1日开放至5月21日，本所共举发1时下山2张交通违规，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举发驾驶人。山丘虎伫公路附近山坪出现，南回最近下晡2点开始大忙，梅山口到台东向阳管制路段，敢若开放早起7点至下晡5点。除了惊民众因为卡忙弄到野生动物，也是发生事故。前几天啊，山区路段好了后，梅兰免隧道定定有石头一直放落来，18下晡佫落一块比汽车较大的石头，甲规个石边降歹去。下雨天刚过后，尽量避免进来山区公路。如果要进来到我们南横公路这些比较易落石的路段，一定要听从保全人员的交通指挥。惊影响通行，石头尔放落来，工作人员就出动处理。梅兰免隧道附近因为石头一直放落来，而且范围真宽，予公路总局计划要将这个磅坑搁延长135公尺，工程经费差不多要1亿。啊，毋过山区欠工欠料，所以厂商兴趣无大。啊，毋过工程流标3届。公路总局也希望会当赶紧发包动工，予用路人安全通行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新港种用菜面积有16公顷外，产量是占全台湾的8成。不过，近期因为落雨造成袂少用菜有水伤，农民就希望讲会当申请救助。采收的用菜一部分的叶仔已经烂去，农改处人员甲食卫生做伙到菜园内底检查。农民讲，这个情况是顶一站落雨了后才发生的。咱看到这叶啊，伊顶悬拢有受损，卡这红斑，这应该是酸雨造成的这个做一个这个天然灾害啦农改处人员甲食卫生初步看了排除白虫害的问题，详细情况佫需要配合进前的天气资料。县政府嘛表示，会配合农改场的调查，如果符合救助条件，会协助农民来申请。之前我请当地的植物医生先做初步的判别，初步来说，他是觉得这样子一个病害的部分应该是排除的。应菜基本上是一个唔惊水的植物那显然会产生这种现象。那如果是气候因素的话，那当然就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新港乡的应菜有3社正伫温室。目前温室的应菜也要传出有同款的问题。合作农场表示，去年应菜纸的成本提悬，今麦阁拄到这个问题，农民希望会当申请救助，减少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28基金会最近咧办展览，呈现艺术大展了后，国民政府在统治台湾的初期处理传染病等等的公卫事件所发生的官民冲突，和228事件敢有啥物款的看法？报纸标题写布袋民怨起事，讲的就是1946年布袋发生乡民闹土症的大规模感染。迄阵的国民政府选择封锁消息过半过，地区真侪乡亲不满。当地的政府就把布袋封锁起来，那封锁起来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状况，它就直接封锁了，可是没有提供相关的配套，没有提供相关的物资。到尾因为官方镇压，造成布袋事件、佮有生涯事件等等，反映迄阵的国民政府伫治理台湾初期对公共卫生的欠缺，甲对海检防疫的疏忽，到各地有人出天花，也是感染挂热啊，等滥用传染病角度，互大家了解甲228事件的关系。我们从地方的一些冲突，或者是整个1946年台湾传染病状况，就是国民政府在治理不力的状况之下，也成了一个民怨慢慢累积的状况，最后以导致成官逼民反，而造成228事件的一个状况。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表示，迄阵的国民政府防疫的失当，甚至发生联合国救济总署关键的防疫物资出现囤货转卖现象。过去的历史对照即马，会使讲是一个参考，嘛通互民众了解规个228事件的发展。记者陈阿木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地球的天气是愈来愈无正常，南半球的巴西有真强的寒流到地，有地区的温度高达零下5度。
也若是澳洲的中南部甲巴西情形是完全颠倒变。法国顶礼拜就已经到35度，西班牙甚至破40度。霜啊，伫真热的天气之下，真紧就扬起。西班牙全国真侪所在出现往年5月新少看热天的天气，连日高温30外度。南部大城哥都华游客流汗提升一直热，也好山地无啊，大家一直灌水来降温。Mucha calor, muchísima calor, con agüita. Mayo siempre ha sido fresquito, más fresquito, pero este le he visto que ha ido de tirón al verano.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哈恩市20拍破5月上高温，创下41度纪录，比当地历年同期平均温度高出16度，森林的火灾风险也真悬。往年欧洲热天对6月才开始，不过近期对葡萄牙到德国中间拢有感觉，有过这热天会特别歹过。虽然西班牙、法国两地高温拢也无达到气候上真热的技术的标准，不过真热的天气造成可汗，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甲民生。镜头转来到南半球，巴西因为热带气旋来袭出现无正常的寒流，里约热内卢的海堡阻止民众来落水。圣卡塔琳娜省的气温更加降到零下5度，车顶会使来贴雪人。圣保罗是10度以下低温，也好习惯热带温和气候的当地民众，特别是解药无度来忍受。Fazendo de tudo para tentar sobreviver cada noite, né? Cada noite está começando a esfriar mais, se não fosse as doações de coberta. 另外，伫南亚，印度甲孟加拉的境内大范围做大水，也造成几百万人受灾，至少57人死亡。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最后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